各位可以向前方打舉手指。好，我哋咁多位同學，請一陣要繼續留步。我哋要頒發季軍，我覺得小學組季軍嘅係大埔舊區公立學校寶湖道。我哋咁多位同學，老師嚟到台上，係你採獎項。亦都非常開心啊！因為頭先我哋都見證咗佢哋點樣由第一、第二到第三回合呢個嘅比賽，得到季軍嘅成績，非常之好。咁跟住依家咧，可以請咁多位咧放向我哋大會嘅老師。我哋小學組季軍同埋季軍嘅咧，佢哋可以請過嚟咧，先去到一旁等候。恭請梁女士留步，係啊。依家咧，政專處長留步，稍後咧，我哋會一張團體大合照嘅。而家咧。而家請梁女士可以先行會座，係我哋稍後咧都會繼續有人照。咁而家咧，政專處長同繼續為我哋頒發小學組冠軍以及亞軍嘅獎項。而家有請大埔區青年發展及公民教育委員會副主席郭定雲女士上台。各位議員同政專處長一齊頒發小學組冠軍以及亞軍嘅獎項嘅。小學組亞軍嘅係港九街坊雷書芳中小學。頭先咧，亦都係見到書芳中小學嘅同學咧，佢用分嘅速度係非常之快㗎，亦都係現場咧係全員問答比賽嘅冇做，所以咧都係恭喜咁多位同學努力嘅成果。而家咧，我哋會再次請專員長上台，係啦，為我哋咧頒發呢一個最隆重嘅獎項，就係冠軍嘅獎項。我哋有請專員長，我哋冠軍嘅係寶雷福田嘉美小學。我哋有請咁多位嘅同學以及老師可以一齊上台。見到咧，佢哋除咗咧氣勢非常之氣勢如虹之外咧，咁佢哋咧都會有同學嘅打氣。